就要找别人，就要跟你找别人。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。怎么啦？你顺着我的手儿瞧。就是这样拉拉扯扯，这成什么体统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们是表姐和表弟。呸！快把手绢给我要回来！老爷子，别那么小气好不好？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？你懂得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什么不亲呐？他们是表姐和表弟，正是亲上加亲。住口！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。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？快把月娥给我叫过来！我不管。你不管，我管。老爷子，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，咱们可找顺气儿啊！我非把他抓住不可。爹娘快来饮酒啊！倒了，这是为何？问你那好儿子去吧。怎么了？这是没结没完的。走，走就走。哎，爹娘！走。姐姐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哼，你这个奴才，看把你姑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！哎，你休要难为于他，都怪你那结账脾气可以的古板了啊！你怎么还这样讲话呀？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！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岂有此理！母亲，快回房去吧。小姐，阮妈她早走了。她到哪里去了？那王俊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，阮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。对，亲闺女嫁给亲侄子，过的门去有人疼，没气受。哟，谁说不是呢？俊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，我呀挺喜欢他喽。休了！留神，岔气儿来了。阮大妹子，你可真会办事儿啊！你还不知道呢，我们月娥呀，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。那就更好了。好，哎呦，咱们就这么办哎啊！你给王家回话去，就说我愿意了。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量。小点声，这件事儿啊，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。哎呀，这事儿你不跟他说那别嚷，这个人啊，就得先斩后奏，办了再说。要是跟他商量啊，亲事就甭打算成，行吗？行，你可做得了主？做得了主。那我可说走就走。快走，他这念书呢，他一念起书来呀，就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我走了。哎，待着，谁说我没听见？老爷子，您好。不好，老爷子，谁说我什么也不管？先斩后奏，你好大胆！哼，没有我的话，谁来说媒也不行。爷子，别生气，有话咱们慢慢的说。你说，俊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？哼，这个小畜生，行为放荡，缺少教养，举止轻狂，目无尊长，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。我才不那么看呢。这个孩子见人亲热，待人直爽，生得聪明，长得漂亮，我愿意。你愿意行吗？怎
怎么不行啊？闺女是我养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谁叫我长半个天？你阴哎天。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了不算，我说行才行，我说不行，谁说行也不行。不行也得行。呸！我这树根不动弹，你这树梢白摇晃。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儿，你敢？我就敢，你我敢？就敢。老爷子，那可就不对了啊！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，可不是给您找婆家。到时候又不是您去，也许我去，您去干什么？我是爸爸，谁的爸爸？我是孩子的爸爸，说清楚点儿。我是孩子的妈，我愿意了。我是孩子他爸爸，我不愿意。哎呦，嗨，这是怎么了？得了得了，都看我了。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可不会打架。对，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，从来不会打架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把我惹翻了，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。你敢？怎么不敢呢？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谁跟你讲买卖呢？你不能张口骂从人。今往后，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。我不来就不来。你走，你还不错着呢。走我这是好心肠，给你保媒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他软的手。走。好你个老东西，今儿我跟你拼了！你站住！你站住！哎呀！哎，圣道不兴，此乃天之欲丧我，斯文也。气死我了！表弟，表姐，表兄，表兄，表姐啊，坏了，连男女可都不分了。哎呀，儿啊，这是你表弟家孙爷啊，是你表弟。表弟，表兄，自那日宴席间，情牵一线，终日里思表姐，一许缠绵。看起来语言难成音转，因此上愁成病，细细言言。阿若妈妈，想办法救救她才是啊！人家张家的五姑娘长得多好看呢，她不要，偏要她表姐。李老头又不答应，您说让我有什么法子？袁妈妈，既然是张家小姐，生得貌美，何不迁到家中，叫表兄亲眼看上一看呐？嘿嘿，您倒想得好啊！人家是大家主的小姐，您寻思咱们这儿是买牲口呢，随便拉过来牵过去瞧瞧，打算相看人家，到人家府上去看去。我儿病地沉重，如何去的？是啊，表兄病地沉重，不能前去。那不会找个人代替香香？哎呀，若妈妈，我儿的病，想个办法才是啊！哎，哈哈，是的的，是的。二相公，您请过来，赶快收拾收拾，换上一件好衣裳，到张家的后花园，从角门进去，往东走，往南拐，走到西头，往北一出溜，我在假山石后大树旁边等着您，等我做什么？替你的表兄相亲去。怎么叫我代替相亲？代替相亲，阿姨母，这可使不得，为你表兄之病，是的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怎么使
是的的。是的，我上头边等着您去啊。启禀小姐，阮妈求见。不去。回来。换阮妈来见。是。阮妈，五姑娘叫你呢。来啦。参拜五姑娘。罢了，五姑娘您好。阮妈来了，来了，请坐。哎，成，我就站着吧。哟，姑娘，您为什么叹气呀？我们姑娘有心事在怀。姑娘，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呀。花园的花啊，开得可好看了。去吧。嗯。青春呀，退下。是。阮妈妈有带路了。晓得了。正午可为下了，先把一盏
天我的儿茶饭不下，若有个好贺代呀，机会为娘我放下汤碗，我把女儿嫁。孩子，快吃口去。就是你不吃饭呐，也得喝口汤啊。哈哈哈哈！收到了喜帖，心欢畅。王尊卿明天就要拜花堂，月娥呢？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，你实在的不像样，你实在的不像样，快起来，梳妆打扮去贺新郎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还不给我起来！孩子有病呢，你叫他起来干什么？有好事儿，什么好事啊？你瞧，喜帖？谁的？你那好侄子王尊卿，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。什么老李老王的，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，我说了算。我呢？我是天，你是地，你不能管。我怎么不能管？我为什么就不能管？胡搅蛮缠不可当，满腹的文章我也答不上腔。圣人云：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。我走了，你走，我走了，你早就该走。36招，走走何方？哎呦，你不能走！哎，孩子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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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头子，你别回来了！啊，你个老东西！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！你死在头，我都不心慌。我过门20年，一天跟你打一仗，今儿我跟你拼了！我一杠子下去，我是二大娘。是他二大娘啊！我说大妹子，这又怎么了？这么大哭小叫的？他二大娘，您来的正好。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，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。哦，就是为这个事儿啊！算不
不了什么？哟，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？您瞧啊，我侄子王顺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，您瞧这喜帖，你可叫我有啥法儿？我的天儿！哎呀，哎，有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听了。你也不用哭，你也不用闹，我有个主意实在妙。明天既是喜期到，打扮姑娘上花轿。抢先一步要去得早，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。张家的姑娘50道，咱们抢先40道。到了门前吹唢呐，哒哩哒啦哒哩哒哒哒，哒哩哒啦哒啦哒哒，啦哒啦哒啦哒，当哒哩哒哒哒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，捉住那王俊清啊，掐着脖子把相烧，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，生米打仗手娘好，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，谁也管不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主意！趁老头子不在家，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。对。快快快，大花小花满头戴。好好好，快快穿上大红袄。好，红绒细花颜色娇。龙凤花儿压鬓梢。姑娘的心事我知道，千挑万挑还得她自己挑。乱笑成双对，鲜花红烛呼叫会。秦太太到，驸马来了。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，道喜了。驸妈妈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。花轿何时到门啊？别着急呀，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。太太到，姐姐来了。要请兄弟弟妹，大喜大喜！同喜同喜。姑太太也来帮忙来了。啊，我亲侄子成亲大礼，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？有，你也来了。我不来，这出戏怎么唱啊？花轿到门。这花轿说到就到，花轿来的好快呀！哎，管他快了慢了的呢，轿子到了，咱们就拜堂。对，新娘的性子急，早来早拜堂，大吉大利。对，对，就拜堂吧。动乐，看亲人。外姐，没错，我不要沾五壳，是你表姐。您这花儿没带住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共入洞房。宴请。
先斩后奏，办了再说。不行，恭喜！张家秦王到，凤来了。小七，看这老两口子性子多慢呐，天地都拜完了，刚来。请凤大吉，请问大喜。好，启禀一父一母，花轿到门。啊？怎么有一个花轿到门呐？奉了一父一母之命，前去迎亲而回，只是一顶花轿啊！罗妈妈，我的傻儿相公，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？错了吧？怎么错了？错了。哎呀，他这个2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呀。对，打发他回去。对，我打发他回去。错了。哪家的花轿抬错了，抬别错了。瞎叫，别瞎叫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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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是你呀！荒唐大胆，竟敢偷嫁我的女儿！谁偷嫁你的女儿？这轿子里是谁？我知道他是谁。你还跟我装聋作哑，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，你好大胆！你好大胆！哼！哦，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。不是月娥是谁呀？哎呦，那您可就不用着急喽。人家张不可跟王振清啊，早就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了。哦，错了，糟了！好啦，事到如今，姑姑的吵，五姑娘，五姑娘。爹娘，我要找那王尊清，希望跟呀。不好了，张无可闯进洞房来了。啊！他来作甚？叫他回去。相公，你可不能见他。你暂且回避，我自有道理。啊，对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进洞房不由我气冲牛刀，拜进来迟，说理不周。
就数他为首。首一次见了面，我从心眼里爱得慌，慌慌张张，张张慌慌，满面怒气，气势汹汹，他把洞房闯啊闯的人，人心乱乱一团，团团转，转团团，我们团团乱转，闹的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无可。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，怎知我抢了先来到，到的早，早不如巧，巧不如恰，恰恰到了我们卖了花堂，堂堂的张家小姐落在后，后追上月娥女红妆，庄庄重重行了大礼，送入洞房，饮了合欢酒，见过喜神娘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女尊卿，并肩同坐红罗帐，我们是成对又成双，双双对对对对，双双不慌又不忙，我做了新坐在一旁不声响，等他开口我再当枪。这件事情如同做梦，却为何两顶花轿同到家中？你不该花言巧语把我夫妻来起哄。王妈妈，你害了我那女儿啊！我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清。好，快说出你的名和姓，你冒名顶替，欺诈骗官罪不轻。于尊卿，我们乃是表姐弟，李娥就是我的名，不表姐亲也该凭媒证。于表弟赠我，怕我们还是山峰。你们二人既然是早把终身定，他为何抽到花园以花为媒，要与我定情？我张家父母主婚，有没有证？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，你们老头子不愿意，趁早把闺女往回领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，两面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不能赢。反正是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，十拿九稳，我们是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却原来表弟他沾花又惹草，却原来王尊卿因爹又招桃花香罗帕，我们恩义尽。也罢，要回红玫瑰，当面骂皇上。这个村儿我是出名的不好惹，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呀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扫帚星。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凳，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，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，我一拳倒你个乌眼青。住手！
李茂林在此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下可糟了！太好了，您来了，好极了。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，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。我的老头子，如今是木已成舟，生米已然做熟了饭。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。拜了，你真是先斩后奏，办了再说呀。你说呢？我还有什么说的呀？我的夫人呐，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生米已然做成饭，我只好前来做主婚。什么？她是丈母娘，而我是老丈人。哎呀，你真可人疼啊！咽气。李茂林做主婚，可要了我的命，吓坏了学生家尊严，见势不好，赶紧躲。我算走进了死胡同，哪儿也行不通，我的天儿啊！是你，哈哈！哎呀，哈哈！哎呀！好，灵机一动，机中生巧，将错就错，我要牵红绳，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。过来，哎呀，沉默，成啊，沉默，成啊！哎呀，这边儿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一同去玩，王尊此地花园大，我想要托软妈做红娘。今日你表姐把婚抢，哼！千金的重担你承担。说去。小姐息怒，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，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，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，他是哪个？他是表兄王尊卿。你是何人？尊卿之表的家族爷爷。啊，小姐，那日私入花园，甚是冒昧，只见小姐一面，顿生爱慕之心。若蒙小姐不弃，愿结百年之好，臣乃三生喜也。还是我做媒。到此时真叫我无话可讲。鲜血儿弄一个家风虚话，我葬你的玫瑰花。我小心存放，
小夫妻